第12課，小水滴去旅行。大海媽媽有許多小水滴寶寶。有一天，小水滴們想要去旅行，就請太陽公公來幫忙。在溫暖的陽光照耀下，它們的身體越來越輕，最後變成看不見的水蒸氣，飄向空中。天空中真冷啊！小水滴們聚在一起，變成一朵朵雲。雲朵飄啊飄，飄過草原，飄過森林，飄過高山。雲朵裡的小水滴們挨挨擠擠的，身體越來越大，也越來越重，再也飄不動了，就變成許多小雨點，落了下來。雨點在小溪裡散步，在江河裡奔跑，最後又回到了大海媽媽的懷抱裡。